成日有客人問兩地牌年檢點樣免檢呢？指標有效期點計呢？備案車有冇數量限制呢？按2026年現行規則，全部以廣東省公安廳發布嘅4項便民措施為準。今日就逐條同大家拆解。第一項，取消唔同類別申辦指標嘅納稅關聯核查。如果你已經用納稅條件申請過投資類兩地牌指標，同一申請人再申請資格類、人才類、捐贈類或者投資高新企業類指標時，就唔使再核查你之前投資類指標企業嘅納稅記錄。只要你符合呢次申請嘅條件，就可以直接辦理，手續大為簡化。第二項，3類指標改為長期有效、永久續期免證明。由2019年4月15號之後辦理嘅資格類、人才類、投資高新企業類呢3類兩地牌指標，由原本5年有效期調整為長期有效。日後辦理批文卡延期時，唔使再重複提供資格證明，一次批核，長期有效。第三項，港澳非營運私家車年檢全面放寬。呢個規則淨係適用港澳註冊9座或以下非營運嘅私家車，而麵包車係唔屬於入面㗎。首先，如果部車係6年以內嘅新車，你申辦兩地牌嘅時候係完全唔使上線檢驗，直接辦得。如果部車齡喺10年以內，淨係第6年需要開去檢驗站正式上線驗車，第2年、第4年、第8年全部唔使上線，可以直接申領檢驗合格標誌。如果部車齡係10年或以上，每年都要上線驗一次車。最後重點提醒大家，有2種車係唔享受呢個免檢優惠。但凡部車曾經喺內地發生過有人受傷，甚至有人傷亡嘅嚴重交通事故，或者曾經非法改裝被交警處罰過，就全部跟翻舊規驗車，唔可以豁免辣。第4項，放寬駕駛人備案車輛數量。只要你係符合官方資格嘅主駕駛人，名下可以備案嘅兩地牌車輛，而家已經完全冇數量限制，想備案幾多部都得。以上4項就係客戶常問嘅問題啦。有任何問題歡迎 inbox 或者留言話俾我哋知，記得 like 同 follow 就唔會錯過中港牌實用資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